另外，今仔審查國防特別條例有一份上新的民調指出，講有將近6成民意認同投資國防就是投資和平，有6成2的民眾是支持政府編的軍購特別預算。國防部長郭立雄嘛，擱再呼籲朝野，就愛支持行政院版本的國防特別條例。我們就沒有限縮在對美軍事的採購。我們今天的目的是要強化我們不對稱戰力，我們的目的不是對美。針對軍購特別條例，行政院版本、國民黨版本甲民眾黨的版本，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2、5逐條來審查。不過50草案的標題，朝野就開始對徛。在行政院版本的提案裡面，那除了有關於這個台灣委制跟商購之外，那請問一下，在這個條文裡面哈，哪一條是要向其他國家購買的？又是什麼國家？我沒有辦法回答的原因，是因為我在機密戰報已經做過回答。如果說當時沒有參與的人，對，那你有參與，你就應該知道。那你明知故問。國防安全研究院上新民調顯示，針對感受認同投資國防就是投資和平，有59%，要6成的民眾認同。對軍購特別預算的態度，支持的比例有到62%，無支持的22%。國防院指出，這顯示以色列換和平的國防自主精神，已經加入民意的核心認知。國人是支持強化國防，那也支持我們行政院所提出來的這個版本，不斷的提升我們的這個戰力，來達到嚇阻。不過，國民黨立委馬文君提出質疑，除了國防部講的3項軍售延前以外，其實還佫包括刺針飛彈、汽車飛彈等等加濟項目。F-16、MK-48跟AGM-154以外的其他部分，我們很多都是屬於徵購的部分。那因為有徵購，就因此就期程呢就有所調整。那在這個部分上面，事實上有很多也已經在交運，或者是已經交運完畢。郭立雄強調講，針對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，美國嘛不了着急，也那延前交會部分，美國已經成立專案小組，加速推動的進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